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七月七日AM新闻》，我是嘉豪。现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现在。日本宣布要送予台湾第二批 AZ 疫苗有113万吨，按算7月7日会到台湾。另外，咱买的 AZ 疫苗有62万吨，初7日到位。指挥官陈时中表示，已经渐渐稳定，双北病例数也伫咧减少，若准有十全的准备，严格管制，有机会小可开放。今仔日台南市场有增加一个病例，不过唔是伫遐个番仔市来挂会民众。另外，车杯会对市场人员进行大规模的 PCR 采检。日本政府宣布讲，要送予台湾第二批 AZ 疫苗有113万吨，按算伫7月7日时阵会送到咱台湾。指挥中心除了向日本表示感谢以外，也讲到咱台湾家己所买 AZ 疫苗有62万吨，伫初7也会送到位。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初六早起记者会公开宣布，第二波对加送予台湾的 AZ 疫苗113万吨，将会伫这个月7日送来台湾。先般申し上げました台湾への第2弾となりますワクチンの供与につきまして所要の準備が整いましたので明後日7月8日にアストラゼネカ社製ワクチン113万回分を台湾へ空輸いたします。根据指挥中心统计，国际送予台湾疫苗数量有6月20运到台湾，美国送的250万吨莫德纳疫苗，加日本第一批6月初4的 AZ 疫苗124万吨，佮加上将要伫这个月7日第二批 AZ 疫苗113万吨，已经有487万吨。另外，立陶宛将要伫9月底进前送予台湾的2万吨 AZ 疫苗。那安尼，陈时中也表示，咱国买的62万 AZ 疫苗将伫初7运来台湾。从上一次的124万，在这次113万，确实也超过我们1成的一个覆盖率，对我们在防疫上面是会有很好的一个帮助。我们自己采购的62万的AZ 的疫苗呢，会在明天会到达。谢谢日本、美国的大力协助，及时提供疫苗，让我们疫苗接种能有规模的进行。另外，登记台积电鸿海永联基金会买的 BNT 疫苗，中国各代办初5发出声明，希望台湾民众早日用到急需疫苗。也毋过，佮强调，上海复星集团是台湾地区得到 BNT 疫苗唯一的厂商。佮讲已经为海外数千名台湾民众安排注中国疫苗，也是外国新冠疫苗，地点包括泰国、缅甸、越南等地。还要贬台湾成为地方的区。同时还在那里谈政治，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台湾人民会对中国反感。最近 AZ 疫苗数量，包括日本送予台湾的，也阁有咱国家己买的，合计有175万吨。但市场表示，日本113万吨 AZ 疫苗，有计检防检1礼拜，上紧15使用，将评估注射的状况。有计开放第9、第10类的对象注疫苗。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个疫苗是渐渐入来，咱要注疫苗的人是愈来愈多。政府委员陈宏所设计疫苗注文系统，大先会针对着澎湖、金门、马祖这3个地区的民众来试办。那准是第9类、第10类的民众，伫今仔早起10点开始，就会当先去网络注文。国内新冠疫苗小连续送来台湾，要安怎分配甲注疫苗，一直引发各界讨论。由长风政委设计的新冠疫苗注文的系统，初6早起10点到初7下晡5点，好多伫金门、马祖、澎湖第9类甲第10类的民众去办注文注疫苗。在金马澎是已经达到这个启动条件，他们的9类都已经在施打了。你的户籍地是在金马澎，或者虽然你的户籍地是在台湾本岛，但是你是实际上是居住在金马澎的朋友，都可以来进行登记。陈宏表示，注文的系统是要取代纸本人名册，只要第1类至第8类的人注疫苗的比率有够额，就会启动这个预约的平台。上紧7月13就有机会会当注文，开放予第9类，也就是18岁至64岁，带有高风险疾病、罕见疾病或者是重大伤病的人，也有第10类50岁至64岁的人来做注文。系统的流程分做4步，头起先是意愿的注文，接落来是1922的专线会发简讯，和登记有意愿注射的人。注文了后，民众就会当经未来1礼拜要去倒位注疫苗，也有注射的时段，上尾就是注疫苗。只要您是在9类、10类的定义里面，那你就可以来登记。我们目前名单只排除打完2剂的，所以你的第2剂的意愿也可以来这边表达。
民众意愿的登记结束了后，若是有符合意欲资格的人，就会收到简讯。民众会当去1922的网站，或者是用健保卡预通，选择希望注射的地点或者是时段。若无读卡机操作无方便，嘛会当摕健保卡去超商、药局、卫生所插卡来注文。若要修改注射的地点或者是时间，嘛拢会当做修改。若是注文了后无去注，就要延后再个注文。如果那一天你完全都没有办法到的话，那就会变成是你要等再下一周才能预约，再下一周才能施打。因若疫苗预约系统开放了后，3个顶有慢性病的民众敢会当注？指挥中心表示，有纳入第9类高风险慢性病的病人，包括糖尿病、大块、高血压等的疾病。患者过去1年捌去病院，主要的诊断若有拄则讲到的病史，就会当使用医药的平台来注文注疫苗。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国内疫情的消息。国内伫今仔日有27个本土病例，有2个带病入境，另外有17个人死亡。也因为今仔日的病例数是3级警戒以来目前上界低数字。那讲到这个7月12过后，敢有机会小可放冷封锁呢？指挥官陈时中表示，疫情渐渐伫咧稳定，湘北地区的病例数也伫咧减少。那阵咱有10层的准备，阁有严格管制，有机会小可开放。新冠疫情本土病例等候指挥中心公布，初六新增加本土病例27例，个案分布以台北市14例上侪，过来是新北市11例，屏东县甲彰化县各1例，另外境外移入2例，新增加17例死亡，连续刷3天确诊人数创下新低纪录。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总算讲，有可能7月13了后，高强度管制会当慢慢开放。7月13号之后。针对我讲，就是说能够有一个好的一个预防的措施，然后加上有应变的能力，那在我们这个比较高强度的一个管制之下，那走向比较能够开放的路。3级警戒可能会当小可开放，不过陈时中是讲，也是以疫情为主，不是以开放做目标。疫情一旦控制的条件，互生活会当来到正常。陈时中讲，湘北这疫情较严重的所在，还搁伫收尾，并无感觉整体疫情无到控制。也是未来是不是开放部分餐厅会当点来食，也有相关的指引。内用外食的这一部分做某一个程度的放宽，那是现在目前在规划的一个方向。食联体温。清消，这都是最基本的一定要做得到。你没有办法做到这样，那只好是外带。那如果做得到，那当然就可以。所以希望大家也能够及早的做相关的一些准备。新冠疫苗陆续到台湾，东方政委所设计的新冠疫苗预约系统，初六早起10点到初7下午5点，予金门马祖平湖第9、第10类民众试办预约注疫苗。今仔初六早起就累计84万4个人登记。也毋过有民众测试，毋是第9类，也是第10类注射对象，买当线顶登记。年龄上大概不会出错了那第9类的部分，到底是不是属于重病、罕病、慢性患者？那这我们会跟健保的系统来做一个对接。陈时中表示，系统大规模测试难免有需要优化修改的所在，量早发现问题，互未来注射会更较顺利。2013会邀请全国第9甲第10类民众登记，7月底会开放分批注射。陈时中最近原来要注第2剂疫苗，赶快嘛是选 AZ。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伫屏东的第2塔变种病毒群组感染事件，搁再增加1个人染病咯。这个病例有可能有找到2个感染源，同款是染病的计程车司机接触者，也搁做伙坐共台车去隔离。另外，捌加染病过子龙的太太，刚刚做伙伫帮疗病院的人，到单也搁17个人也未采检。县政府表示讲，会随下甲因通知叫来采检。民众伫大日头卡来体检站，屏东医院北龙专案也甲帮疗病院正式的体检站，初六下晡持续有民众来体检。屏东第2塔群聚案佫新增加1例，案15184 30岁男性，伫6月20日确诊白牌车司机泡茶，互人扣留隔离。6月26伊也甲案14905 15163坐共一台枫叶巴士，也是跟昨天这个15163一样。跟14905他们在6月26号
要移到集中检疫所的时候，他们有同车。虽然按英澳110有2个可能的感染源，也毋过因为伊二采 CT 值是28，比一采的30.7较低。指挥中心是推测伊是破病早期，所以比较靠可能是公车围着的。屏东Delta关注相关案例累积有17例，其中按14413进前是因为 CT 值伤悬，无法度定数。指挥中心初六公布伊的 CT 值降到19，也是为着 Delta 印度变异株。在做2采之后就下降到19，表示说它的病毒已经上升，是在一个发病早期的状况。当时我们也帮他做了血清抗体的检查 ，IgM、IgG 都是阴性这也是符合这个发病早期还没有抗体的一个情形。因为帮了较真高粱的太太，捌伫6月16日帮山Delta个案共用校诊区，为了确保病毒莫传开，帮了病院为6月18停诊到即嘛。虽然针对6月14了后去过帮了病院的民众已经采检3478人，也毋过还有909个人无采检，其中有17个人甲高粱的太太卡热是同款的。关键的16号的急门诊相关的人员采检，还有17个人，足迹相同的17个人尚未采检，这个部分我们也会要求访疗医院要限期来完成。为了加速体检的进度，县政府表示会依照当初来病院的过卡资料，一个一个通知民众来体检，也希望有接到通知的民众赶紧出来体检。帮了病院到时阵原来会慢慢解封，分阶段恢复急诊甲门诊的营运。记者综合报道。已经休困3天了后，台北市宽南市场今仔日重新开放一个做生理。指挥中心表示讲，今仔日宽南市场有增加一个病例，不过唔是伫遮的患者，是来遮逛会民众。今仔日卫福部长陈时中加市长郭文德也拢来到现场视察。另外，车配会针对市场进行大规模的 PCR 采检。宽南市场休市3天了后，初六重新开市。卫福部长陈时中联合前进指挥所指挥官王必胜甲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共同视察防疫状况。陈市长向反啊话声，一定爱经调的。开完防疫会议的台北市长郭文德也前来，2个人无拄着面。复市的第一天，来客数少，生理甲医用配比，人流降载到50%以下。宽南市场侧背也要进行大规模 PCR 体检。秩序是良好，大家还对这个区域有一点不放心，所以相对的来客数也比较少。北农环南他们的那个基因定序英国变种病毒株，所以跟这个南部的这 Delta 的这样的一个群聚应该是没有关联性。分仓分流做更好，所以里面的那个搬运工你知道按照不同的区域穿的衣服颜色都不一样，这样更容易辨识。7月9号以后原则上是要有7月8号以后做的 PCR 阴性的证明。为了弥补患者的损失，市府一天补助5000，肺部损害各补助5000，休市3天拢总补贴患者2000多万。为了抓出严重确诊者，初一开始，北市开放7间病院免费 PCR 体检，无限制监视台北市民。郭文德一直强调，这不是全市普筛，一天提供2240名额。我们这个不是全市普筛，是有你认为要么你有症状，要么你就是有旅游史或接触史认为自己有可能上网预约才可以做的。这拄啊宣布完第5波做疫苗，第6波开放到68岁以上长者，初8、初9开放线顶注文，11到13开始注。若讲无注文，会当伫12、13打电话到区公所注文。15做疫苗，北市增加疫苗的促销功能，未来免阁卡1999确诊，初1开始会当伫线顶促销。你只要输入你的身份证字号当初留的手机。你预约取消的事由，譬如说明天上午8点上线。郭文德对第7类做疫苗顺序真有意见，认为中央在制造特款疫苗，但市长有特批评，台北市得到的配发疫苗是台南市的2倍较侪。郭文德讲，疫苗不足对县市首长拢是压力，会当理解黄伟德的着急，也认为各县市解封的条件无同，解封需要分阶段，无食饭的优先。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台北市南机场附近的社区，到今已经有16个人确诊了。市政府是用专车来甲这民众再去病院体检，不过来坐车的民众却是无讲介济。当地里长表示讲，这专案大家人拢是真关心，伫名册内面的人惊讲会受到众人的挤挤堵堵，大部分拢讲家己要去病院做体检就好。民众一个一个上车，里长嘛去甲关心。这架专车准备甲民众送去病院做体检。
因为住伫中正区南机场这个社区的民众，目前已经累计有10外个人确诊，6月底阁有3个新增加的个案。为着要查清楚感染源，台北市府找到做中心专案，派防疫专车，甲想要做体检的居民分配送去台北市联合病院和平医区甲中心医区。骑摩托车顺便去上班啊，早上9点多他就直接去上班，8点半就直接上班，好多个啊。还有一家人自己开车去的也有。这个专案受到外界关注之下，但要搭专车的民众人数是比名册内底要减真济，真济居民选择家己去体检，或者是要等台北市7间病院初次开放免费体检了后，再家己去注文采检。那怕很多人有群聚感染，对，我想自己骑车去，可是看没有人，应该还 OK 吧？我家里好像应该有讲啊，我是想说直接去打比较快啊。早上有大概只要3、4台而已啊，跑这种快筛没办法开冷气啊，有些可能受不了。因为名册内底的人数是427个人，其中100个人会送去中型医区，也若其他会送和平医区做体检。台北市府统计，到初六中昼12点，已经有235个人做体检。原底规划伫社区内底设体检站，不过居民烦恼讲安尼会群聚，嘛烦恼社区的红点又做记号，所以就反对。我们还是希望大家不要把这种区域有任何的歧视或者是污名化，因为毕竟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没有人是愿意在社区里面染疫的，我想这个部分，请大家还是要互相体谅、互相包容。初期中心专案还在持续进行，当地里长嘛呼吁，民众若是感觉有症状，就要把握时间尽量出来做体检。记者综合报道。公馆伫台东的志航基地有一位官兵注 AZ 疫苗11天了后，却出现不良的反应，人目前正在加护病房用人工心肺 ECMO 等咧抢救，敢是甲注疫苗有关系的，恐惊是个调查。根据着统计，目前注疫苗了后有798件不良反应 ，AZ 有760件，莫德纳有38件，另外也增加10个疫苗注了后说是死亡的怀疑个案。国军陆续安排官兵注疫苗，也毋过空军台东志航基地一个地勤官兵注 AZ 疫苗11天后，煞出现不良反应。6月27前往病院就医，带入加护病房，装叶克膜抢救。空军证实，这个官兵也搁伫加护病房观察。打疫苗之后身体的不舒适的反应，那这个部分可能后续会有这个专业的医疗的单位呢，他们会来做鉴定哦。所以基本上来讲，因为人员目前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让人员尽快的得到休息。这官兵身体无拄好，是毋是疫苗影响？疫情指挥中心是讲爱由专家来审议。那是初六新增加17个确诊死亡，其中有3人比较少年，敢若40外岁，一个是40外岁查甫人，本身有慢性心脏甲腰子病，长期倒伫床，初2出现呼吸困难，隔天急诊采检阳性住院，初4就出现心跳伤慢，急救无效，宣告死亡。住院当中，因为有诊断出败血性休克、呼吸衰竭的一个状况哈，然后在7月4号的时候，因为发生了这个心搏过慢的一个紧急的状况哈，经过急救无效，那宣告死亡。针对注疫苗了后死亡的案例，疫情指挥中心公布解剖70例，分析死亡的原因超过一半，有51个甲慢性病有关系，4个是砸到无气。根据统计，目前注疫苗有798件不良事件通报，以 AZ 疫苗上济，拢总760件，莫德纳有38件。那是在疫苗接种后9天到19天之间发生。另外，同期有新增2例，这是莫德纳疫苗接种后发生死亡不良事件。那死亡年龄是在63岁到84岁之间。疫情指挥中心是讲，第一期注射若是不良案例，第2期要改注无共抢牌，会当甲医生申请。另外，指挥中心初6也公布增加10例注疫苗了后死亡，有8例是注 AZ 疫苗，2例是注莫德纳。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讲到新北市伫今仔日有增加11个本土病例，其中有6个人是甲台北市有牵连的。市长侯友宜表示，面对疫情，湘北地区就要做伙合作，找出感染源，就会当甲疫情控制落来。另外，伫新北市甲市场带头家注疫苗，不过新北市有16个市场无自治会来整理名单。经发局表示讲，会请区公所甲里长来协助列出相关的人员。新北市7月初六新增加11个人确诊，佫变做是2位数。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这11个人扣除3个人是居家隔离的确诊者，有6个人甲北龙，还佫有传染市场，甲台北市的医疗机构，还佫有工课场有关系。强调湘北的区域联防是真重要。所以双北一定要采取区域联防，只要
把很多的相关来源掌控住，我们就可以有效的控制疫情。校友义讲，确诊者内底10个人拢有别口的感染源，3个人居家隔离体检确诊，也若甲台北市相关的6个人内底，有2个人因亲人伫北农甲环南市场做工课去画着。一个是咧台北市的医疗机构照顾患者的时阵画着，有3个人是伫咧台北食头路，伫咧工课场互画着。另外一个是新北市家庭烧化的案例，也若唯一一个感染源不明的确诊者，住伫咧永和，目前还咧调查是伫公司也是徛家的所在画着。组长在台北，居住在新北。但是因为居家办公，组长偶尔回去，到底是真正是在哪一个地方，我们还要把它做好判定。中和安乐市场有反下投诉讲，无列名册就无法度做疫苗，因为毋是每一个市场拢有自治会会当负责列名册。警察局会委托区公所甲里长或者是反下的代表出面来协助。新北市总共有16个没有自治会的列管市场。那这个部分也会循当初入出口管制的一个机制，也就是由区公所里长以及摊商代表来协助进行造册的作业。新北市初六开放70岁以上或者是原住民60岁以上的集会人，会当登记做疫苗。到下晡2点40分为止，已经有46585个人完成注文。校友义对12敢会当部分解封，是认为无啥乐观，因为各项数字看起来是敢若有受到控制。不过疫情是变化了真紧，目前上界重要的是市民爱采取戒毒的活动，而且透过体检来消除稳定的传播链。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政府进入要求讲，对7月初1开始，若要出入北农，要有通行证，无就是7天内 PCR 采检阴性的证明。7月15过后，要有做过疫苗或者是 PCR 采检阴性证明。对南部业者表示讲，做一届 PCR 费用是真悬，若对南部徛在台北赚的钱也无够来做检验。屏东县政府表示讲，会替业者做 PCR， 高雄市政府也讲会协助业者来做疫苗。一袋农产品扛起哩货车顶管，准备送去北部。北农大部分的农产品来自中南部，但发生群组感染了后，北市府要求7月7号开始入去市场的，要有通行证，也是要有7天内 PCR 阴性的证明。但 PCR 自费采检一道要5000块，互屏东的业者感觉袂好。我车子一开一上去，一天就是在上面，一天就是要回来。你回来，你如果又不载货的话，空车回来，基本那个薪资换算就根本就不划算了。在 W 字都在3月有诶无诶，对无？咱因都在工时有诶无诶，系啊。咱你安尼造成阮的困扰。屏东甲北农有来往的业者，大多数是拄仔发生准据的时阵采检的，到即摆已经超过10天，变成想要入去北农倒来重新采检。屏东县政府紧急讨论了后，决定重新开放3个采检站。我们又重新启动，针对北农专案。做一个公费的一个筛检哈，那我们再帮这个我们的这些货运的司机哈，还有这些物流业者哈，来做免费的一个造册的一个筛检。同款甲北农有运输来往的高雄，农业局表示目前无出入的问题。在6月30号之前哈，有接连的3波，我们完成了111位货运司机跟第一线工作人员的接种，所以这一些司机跟第一线工作人员只要持接种的黄卡，就可以进出我们北部的拍卖市场。高市府伫北农发生群聚了后，就扣人采检相关的人员，这寡人目前拢有北农的通行证，因为已经做疫苗啊，所以7月15号了后，买当凭疫苗的黄卡出入北农，袂对产销运输造成影响。记者陈焕武、面朝县高雄屏东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全世界疫情。根据着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讲这个Delta变种病毒已经传到96个国家去啊。疫苗的保护力也引起众人的关心。根据着以色列卫生部初5的报告，是写讲辉瑞疫苗伫咧对抗Delta变种病毒的保护力已经达到64%，不过预防重症效果有关是真悬。以色列确诊病例继续升悬，每天新增确诊个案已经超过300例，其中大约有90%拢是感染到Delta变种病毒。以色列卫生部初5发布的报告指出，以色列所做的辉瑞疫苗为6月开始，面对Delta变种病毒的保护力已经大大降到只剩64%。以色列专家承认，Delta变种病毒确实有可能入侵人体免疫系统，致使疫苗保护力下降。The Delta strain has changed the transmission dynamics everywhere, and in Israel also. We know it is more infectious from person to person. We also know it has some better capacity to evade the immune system as compared to the Alpha strain.
不过，这份报告也强调，辉瑞疫苗伫面对德尔塔变种病毒，避免重症甲住院的保护力犹原有93%，不过也是比5月份以色列官方公布的95%较低。虽然以色列的疫苗覆盖率伫全球排头前，930万人口中有57%的民众已经注完2剂疫苗。不过，随着德尔塔变种病毒入侵，以色列官方已经恢复原地解除的防疫限制。专家认为，在继续做疫苗的政策之下，以色列无啥可能等到今年1月达到1万人确诊的情况。And we hope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the vaccine wall we have created with some additional measures we're taking, including masks and some additional measures, will be enough to further contain the disease at its point. 另外一方面，以色列手中大约有140万人，将要伫7月底到期的辉瑞疫苗，6月伫巴勒斯坦拒绝以色列捐赠了后，即马正式找到国家接手。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已经甲南韩政府完成签约，会将70万人要到期的辉瑞疫苗运往南韩。南韩会将今年第4季买的疫苗，其中的70万人还予以色列。这份合约已经得到辉瑞药厂的同意。另外，剩的要到期的疫苗，以色列将留予国内12到15岁青少年，甲要做第2档的民众赶紧做。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台湾的明帝化工伫泰国的曼谷有一间工厂，不过伫咧初五半暝的时阵，却是熊熊大爆炸。根据着外国媒体报道，共有1个人死亡，超过60个人受伤。经过26点钟的抢救，总算甲火拍花。也因为这个爆炸威力是真大，当地政府是要求5公里内的民众就要赶紧疏开。爆炸原因当咧调查。熊熊一个爆炸，袂输地动共款，玻璃是脆糊糊，那个规涂骹。出代志的工厂大火是持续咧炭烧，现场若像火海共款。初五半暝2-3点啊，台湾投资的明帝化工伫泰国巴南府的一个工厂发生大爆炸，火是烧了真猛，消防人员甲搜救人員是趕去現場要救人。เพราะว่ามีการขอความช่วยเหลือรัศมีห่างจากนี้ไปประมาณ 1-2 ซอยเนี่ย 大火炭烧超过1天，火势总算是有控制落来。不过现场四界拢会当看到更天的残骸，迄颗雷亚的70栋厝嘛拢受到牵连，而且佫有乌烟一直窜出来。根据外国媒体的报道，泰国当局烦恼乌烟可能会有毒，加上爆炸威力真强，第一时间已经下令疏散爆炸4颗雷亚5公里远的居民。目前这个大火已经传出至少造成60个人受伤，其中2个台湾的干部是轻伤，还佫有1个义消不幸过往。因为一开始可能发生状况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员工他们就是有一些可能呛伤或什么，可是他们后来都已经就是都出院，就是说当下检查后没事都出来了这样子。另外，明帝化工官方网站显示，爆炸的这个工厂主要是伫咧生产发泡性资本一系，一年产量有3万吨。这个爆炸发生大火，外国媒体嘛指出，工厂内底至少放50吨的化学原料，其中至少有20吨爆炸烧起。因内明帝化工有发新闻稿回实例，强调讲等调查结束了后，会负责处理甲赔偿。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的下晚新闻有关替咱观众朋友整理各县市本土病例数量。今仔日有增加27个本土病例，有2个带病入境，也有17个人来死亡。讲到台北市的部分有14个，有原是上介济县市。新北市有11个，彰化甲屏东拢是1个。目前咱台湾的总病例数已经超过15000例啊。台大病院伫今仔日有召开一个线顶记者会，讲这个Delta变种病毒真紧就会拼过英国的变种病毒，真做是全世界当咧大流行的一种病毒。那准敢若做一张预防针，保护力是真有限的。另外，根据着美国研究，那准3天做一个抗原快筛，效果甲 PCR 采检是差不多的。就专家认为讲，咱台湾也是会当考虑。Delta 病毒伫咧全球咧炭烧，台大病院今仔日召开线顶记者会，解说 Delta 病毒的特性。根据研究报告显示 ，Delta 变种病毒比英国变种病毒明显更较高畏炭，变重症的比率嘛悬，真有可能会取代英国变种病毒，成做全球流行的病毒株。而且做一档的疫苗保护力嘛有限，若是继续摊开，可能会造成各个医疗系统的负担。看起来打1剂的时候呢，对预防印度病毒株造成的一个重症的感染可能是有效。可是对于造成有症状感染的比例，可能1剂可能是不够的。
即马国内5万7月12会当解除封锁，毋过刷来要安怎持续监测社区的疫情，而且两早主动传播链也是真大的问题。美国国务院6月30发公告讲，有研究证实，每3天做一解抗原的快筛，甲 PCR 的检测是同款意思。台大病院副院长高嘉宏认为讲，这确实会当考虑。要若无医护人员逐礼拜都要做一解 PCR 的检测，这个过程实在是真艰苦。非常的痛苦啦。然后按照他自己的讲法是痛不欲生，所以想这个在实务上我们在执行的时候，应该是去看看能不能有一些更简单、那更有效、那更让这个受检者能够不会那么不舒服的一个方法。台大病院嘛发现讲，针对 CT 值较低、高传染力的族群，抗原快筛确实是真好的方法。即嘛有愈来愈侪伫咧厝内用的快筛试剂已经核准上市，确实是会当考虑搁较利便，减少无爽快的感觉，而且会当随个阳性的人做隔离的这种检测方法。毋过定期体检所需要的费用甲来源嘛是真大的问题，嘛要提醒民众，体检的结果受到侪侪因素影响，就算检验阴性，嘛无代表是绝对安全。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疫情，也改变着旅客对观光和酒店的需求。根据国际旅游平台的资料，2021年的旅游趋势，全世界旅客对饭店的需求会变较悬，而且拢以低度旅游为主。那讲到咱台湾的旅客是较重视饭店的设施和体验活动。对饭店的房间看出去，美丽景致近在眼前。国内还未解封，不过阵来会当出门，有出国的感觉，就会当透一了气。国际所谓旅游平台调查2021年旅游的趋势，发现经历过疫情，全球旅客上想要爱的旅游方式以低度旅行、探索在地新的景点，也阁有体验活动为主。台湾的旅客是对过暝要求较悬，伫咧餐饮的优惠排第一，过来希望有体验活动，其次是希望会当提早 check in， 或者是延后退房。未来会比较流行的趋势可能就是比较少接触外人，会变成就是小家庭为主，包栋可能或是包车然后或是整天留在这个度假村里面然后少移动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老少咸宜。旅游专家表示，对国内疫情开始，小家庭、旅游气泡或者是国内度假村的行程有较实行。不过，学者也是认为，现此时国内疫情也未完全控制。如果小可解封，中央温存会当出门行大，游客也是会以欣赏风景甲体验活动为主。长时间踮伫咧饭店的旅客比起来会较少。即使饭店业者真的在做到非常高规格的一个防疫。我觉得，大部分的民众应该还是会担心啦。我个人觉得啦，毕竟没有一个疫苗注射的话，保护力没有那么足够啦。疫情改变旅客对观光大饭店的消费形态，众人拢希望早日解封，安心过暝，享受旅行的快乐。记者闵金玲、何凯台北报道。疫情影响到国内经济和就业。主计总处伫下晡就公布5月失业人数超过48万9千人，比4月是增加5万多人。那讲到5月失业率是4.11%，是自从2013年以来同月份上界严重的月份。另外，讲到5月工作时间无到35点钟的人有79万人，比4月是增加60万人以上。原本是观光真受欢迎的沙丁堡3号夜市啊，虽然袂少店头有开门营业，不过煞是无啥生意。还佫有一寡店暗算要拍互人，伫咧门口打租厝的广告，看起来是冷冷清清。同款嘛是观光景点的淡水旧街，伫咧休困日又入来袂少民众，不过有真侪店头拢无开，也若有做生意的嘛讲业绩真歹。你们疫情有影响很大吗？有，只剩1层。三级防疫警戒期间，互真侪产业甲劳工受到严重的冲击。主计总处公布5月份。就业人数有1139万8千人，甲4月份来比是了1.09%，因若失业人数嘛比4月份增加5万4千人，拢总有48万9千人，失业率是4.11%，比顶个月加悬0.47个百分点，创下2013年以来同期的新高。失业率是102年以来的同期最高。在我们就业人数的部分是骤减了12.6万人，从67年调查开办以来。同期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减幅，最主要的是以消费活动为主的服务业受到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原本伫逐个月25会公布顶个月失业率，毋过5月中疫情退烧，所以改变处理的方式，伫7月初才公布5月份的资料。路团讲，伫三级警戒情形之下，5月份的失业率还阁伫预估的范围内底。毋过，接落来毕业的季节就要到，失业的问题是阁较大的挑战。因为毕业季的失业潮啊的就业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它会不会让今年的这样的一个就业啊，譬如说职缺开不出来，或者是说让失业率更加严重？我觉得可能是未来几个月要多观察，而且要超前部署啊。路团呼吁，失业率可能会直头增加，政府就要赶紧清点目前的纾困方案，可以当更加精准、更加有效，而且嘛要启动就业安定基金等等的措施，嘛要想办法，让各产业甲就业的需求会当有更加妥当的安排，让劳资双方会当维持企业营运的量能，等解除封锁了后，才会当真紧恢复经济活动。记者综合报道。伫咧疫情期间，有真侪做线工算点钟的民众向无透露。虽然劳动部有推出安心就业2.0加民间团体辅导方案，要互民众暂时有收入，不过这效果无讲介明显。着立委要求劳动部就要加强宣传。不少人伫疫情期间失业，探寻劳动部的安心就业2.0到初日为止，有2万多人手慢挂的工课，为着扩大就业，劳动部嘛释出辅导民间团体提供失业者的工作机会，不过却无什么单位来申请。这个请起来只有3个月，假设说也没有很简单的话，那加上社区组织一般来讲申请计划的能力不是每个组织都一样的，他就会觉得难，他想帮地方的民众或者是社区的居民也会退却。民间团体表示，这个民间即时就工虽然工资甲安心就业同款1点钟160块，但是一当请的时间敢若3加3个月。有立委指出，有社区团体对职缺标准、敢符合劳法署审查期挂长，拢有疑问。主动出击，就是说找几个民间团体来合作示范，也许是社团啊、合作社啊、农渔会、工会，他们看到之后觉得说，这个还不错，可以提供更多的这个就业机会。立委表示，照劳法署的资料统计，自6月29到7月初2，拢无收到民间团体申请。另外，安心就业第4月至6月，敢若3000多人真正找到头路，呼吁政府要加强速度。劳动部是表示，民间团体就工的部分，目前已经有人来申请，接落来会主动参申请过多元，也是培力计划单位来联络。记者陈亚文调随采访报道。国内疫情渐渐稳定，7月12过后有可能会小可解除封锁。不过，即马已经民众挡袂住啊，走去台东的三元海水浴场佚佗，去互救生员间阻止。台东县政府表示，讲三元海水浴场拄整修煞，也未对外来开放，加上目前抑阁是3级警戒，民众上好是莫拍走。顶礼拜六，台东县三元海水浴场的救生员发现有民众弄入步道，准备要行去海捕。救生员随去放离，才拄啊放离集团的民众，阁有集团民众弄入来，救生员阁再度放离民众。平日的话，大概会有2-3组客人，那假日的话，就会有5到6组客人这样子。台东县三元海水浴场伫县府以6.29亿买回来美丽湾度假村了后，原定伫今年7月买成整修好前往海捕的步道，免费对外开放。因过拄着疫情3级警戒，所有5路场所暂停开放。三元海水浴场也配合延期开放。县府伫步道出入口也装铁门，因过也是有民众开门弄入来。我想民众大概是有点迫不及待哈，因为我们整个山园海水浴场，我们大概已经都整修完毕，但其实我们在下到海水浴场，我们有一个楼梯，那个楼梯其实我们是有做一个门，那个门目前其实是上锁的。有民分讲，其实三元海水浴场4号位也阁有其他小路，虽然叫去封锁线，也阁真歹约束民众到海捕。官府呼吁民众，目前中央疫情管制还未降级，请游客搁检台，一旦违反防疫规定，弄入海水浴场可能会受罚。记者综合报道。要互防疫单位会当了解到确诊者相关的行踪、接触史的 TOCC 系统，目前有法定传染病通报系统甲简讯实连接这2个。不过，就团体来指出讲，确诊者可能会四界行大，靠县市政府互相通知，上惊的就是会闹交起，希望中央政府赶紧来改善。
目前记录确诊者旅游史、职业接触史甲关注性质的 TOCC 风险评估机制，包括法定传染病系统甲感染实验制两个系统。但是目前会使透过传染病系统知影性质的，敢若有通报确诊者的县市政府，甲确诊者大的县市政府。但是确诊者走去别个县市做工课等等，这个县市其实是无法度知影的。最有名的例子就是那个恩主公那一案啊，对啊，因为它是跨县市的工作、就医跟居住啊，因为3级封城就是没有真正限制大家移动，病患已经确诊的话，能够让全国都知道，尤其是卫生局相关单位或是各院所都知道的话，是比较好的啦。联评讲，目前两个 TOCC 系统的资讯，就靠知影资讯的县市主动通知其他的县市。不过，既然资讯拢伫咧中央手头，照理应该由中央政府整理了后，发送给相关的县市卫生局。一个县市传一个县市，恐惊有漏沟也是严重的问题。因为大家其实都自动化、电脑化了，在问诊的时候，大概就是有一个蓝图，就是一个骨干线出来了啊！你从头到尾一直这样问下来，那就花很多时间的。联评讲 ，TOCC 是疫情当中上重要的资料，希望行政院的长方政务委员会当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记者联络长方，但是长方也未提出回应。联评讲，希望长方会使来说明，这个技术是不是有困难，所以无法度来做。无奈疫情以来遐尼久，拢无法度来改善。记者郭碧君、郑派文台北报道。伫咧屏东，着农民就因为疫情无头路的乡亲到店来采收金明花，会当互因趁寡所费，做回来渡过难关。有白是讲毋是个花蕊，人讲金银花，也有人讲香花，是汉药内底会当促进代谢、提升抵抗力的药材。疫情期间，真侪人会泡茶来啉，调养身体。毋那安尼，因为采收金银花真重人力，嘛有农民借这个机会，互暂时因为疫情无势头通做的民众来遮猛趁所费。疫情怎么去工作？因为这些是需要高能力的那个，刚好我们派上用场。因为疫情而暂时停止上班的民众能够有这些就业的机会。今麦全国防疫3级警戒，观光旅游总得取消，人客禁止伫咧餐厅内底食食，国内国外航班嘛大减少。有真侪原本咧做导游、做服务生，伫机场内底食头路的民众，嘛拢来咧倒办金银花。之前是在桃园机场在从事相关工作，疫情的关系，那目前就回家待业，在外面工作，他也不好找这个工作，对家庭多多少少在经济上面还是有一些支撑的作为。疫情期间，人就要互相扶持，渡过难关。农民黄英是真欢喜，会当提供工作机会来帮助到有困难的人，也希望伊种出来的金银花会当对防疫有帮助，通好赶紧恢复因过的正常生活。记者综合报道。南投信义乡的葡萄已经开始采收啊，不过今年伫咧葡萄变冷的时阵，却当着唔算啊好，搁再加上落尾天气变热，葡萄的产量甲价销渐渐受到影响。乡长也讲，虽然葡萄色水无遐水，不过甜度甲品质有关是真袂歹。报道园果子满满，虽然是高大期，但是并无造成报道减产，但是报道转色期。拄着足侪天的霜梅啊雨，互报道的生长产生变化，农民感觉足无奈。强调报道也是足好食。那我们新乡的葡萄的特色就是它的果肉会比较紧实，也就是比较有口感。那甜度都是介于16度到20度左右，甜度非常的甜。但是现在又适逢雨季，那连续的一个下雨。造成一些葡萄的生长发生了一些的障碍，也就是可能在着色上会不完全。信义乡的葡萄已经大出，伫咧7月中产量上多，因为气候甲病虫害影响，造成产量愈来愈少，但是品质依然是上好。以目前来讲，价格好的、品质 OK、品质好的等上级货价格还不错。次级品。因为雨水多，次级品变多，变成它的价格，次级品的价格就不好，不好的话变成农民的
利润收获就会减少很多。所以我们也希望透过公所的网站，能够再把我们新乡的葡萄能够再推广出去啊。所以也希望消费者能够多多利用我们新乡官方的网站，能够更了解我们新乡的葡萄。受到疫情影响，农民无法度伫产地甲葡萄卖互游客，希望乡亲会当尽量来注文，帮助农民渡过疫情的难关。记者综合报道。嘉义文创园区对2016年开始，予外口的厂商来经营。本地厂商是签15年的合约，所受到疫情影响，要提早甲文化部来解除合约。嘉义市政府表示讲，会协助园内面不到50间的厂家，嘛呼吁到文化部就要成立专案办公室，让园区内面的建筑物会当重新搁再利用。占地4公顷、全区有16栋建筑的嘉义文创园区，因为疫情的关系，厂商结束5栋外的经营，内底将近50间的店头，为了保护权益，嘛成立自救会。有业者讲，相关单位应该爱思考，卖互这个观光的大门卡袂到就停来。对嘉义地方一个公共财的一个，我觉得是不尊重。身为主责单位的，像文化部或者是我们的地方政府，我们还能再放任它再这样子再放5年、10年吗？厂商甲文化部的合约到7月30日，内底一寡艺文等等的物件嘛拢拆掉。而园区推广艺文的团体就讲，这个园区是嘉义艺文发展一个正重要的所在。嘉义市确实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小剧场创作空间，那我们很希望说，接下来其实不管是哪个单位接手，还是可以在这个地方持续经营。嘉义市文化局表示，这个园区是台湾设计展的展场之一，展览的规划并无受到解约的影响，除了会协助店家来维护因的权益，嘛呼吁文化部会当来嘉义成立专案办公室，共同配合重新规划文创园区的使用甲发展。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在咧新竹市负责疫苗注射志工内面，有出现一位对法国来外国人合作 Max， 因为伊因过捌有做过志工经验，即回来斗骹手也真紧就熟手啊。用华语帮时代检查相关文件，计晓教人安怎写，只要有闲赶紧摕酒精消毒液啊。新竹疫苗站内底出现一名外国职工，那真热心服务大家，嘛因为是外国人，民众感觉特别好奇。一开始会吓到，可是后来觉得，会中文，然后沟通上也没问题，然后刚刚遇到一些问题也能够解决。我以前已经当过职工在法国，然后我说，因为最近需要这些人，需要帮忙的人，所以我说好，我马上申请。今年26岁 Max 已经来台湾活2年半的时间，当初时透过朋友熟悉台湾，真介意台湾的人情味，所以选择来台学中文。最近因为受疫情影响，原本上班的餐厅暂停营业，所以有时间来这斗3工。虽然是有一点辛苦，有时候天气不太好，又蛮热，还是下大雨，但是我们还是要一起加油。Max 讲，面对疫情，虽然家己不是台湾人，嘛是甲台湾人做伙拍拼加油，因为疫情需要大家团结，做伙渡过难关。记者张君和新竹报道。在咧爱沙尼亚有大学下因国内做轿车业者做伙来推出一台全世界头一台氢气巴士。这台巴士袂排出臭气，只有排出水甲烧气尔。爱沙尼亚总统卡尤莱德亲自开采，强调全球第一台自驾轻下当转接小巴公布啊！这台转接车是由塔尔图大学研发氢电料电池，结合自驾车公司奥特克的自动驾驶技术，隆重产生。这台转接车有6个座位，用来帮助乘客行完旅程的最后一里路。虽然无需要驾驶员，也毋过拄着必要情况，会当完全监控修正路线。We have more than 13 street legal vehicles with lithium-ion batteries. But we have seen that thanks to a really big energy consumption in the heating and air conditioning system, we needed some separate system for the vehicle. And hydrogen has been a really good possibility for that. 莫索夫表示，氢能车其实真环保。燃料电池使用氢气加做动力来源，利用氢甲用的电化学反应产生电流，副产品就有水甲热气。Filling this vehicle takes only 2 minutes. I measured it,
That means after 2 minutes of refilling, it can drive 6 to 7 hours. That means you don't have to have so many vehicles on a line to operate. You can quickly refuel the vehicle and still be 100% green, especially when you're using green hydrogen. 爱沙尼亚是波罗的海三国之一，伊高科技产业伫全球出名。各种产业高度数位化，除了结婚、离婚、买卖房地产需要实体进行，其他像报税、投票、开药单等，会当讲99%的公家机关服务，拢毋免行出家门，都会当以就网方式完成。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明仔天气是好，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26度到34度，中部地区对26度到33度，南部地区对26度到34度，东部地区对26度到34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27度到32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同一时间再会。港口叫做月港，咸水人拢就是对迄港口出来。阵仔来到咸水的时阵，顶头若放马祖，就来起一间庙叫月港马祖。来到咸水后，来起一间庙叫做月港。拜二暗时10点，欢喜进香团，就伫公司台语台。10个进步，10个龙大路，哈哩唱，哈哩捌。
上去。哎，米露高的喂，看来。我要住洗手间。哦，然后怎么可以这样过家？哇，这个太刺激了。大船一港。抱抱你的隔壁，跟他讲世界有你真好。